情嘅相依，落每時。冲擊到愛，孤獨到心破難。高冷啊，中太後，一般嘅思維啊。Try to remember, voice from the yard. Days to years, songs comes and down. Might never know why the way we did. Listen, winds blow from far, smells who you are. 放下小看基本理解，福气来咧，今来放下你点解来评其实理解，客家创作歌手出新专辑的系马啥咧？大家都动手了解，翁子贤放下。怡姐，还有所有福喜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子贤，我发新专辑咧。耶！大家大家都分享一点是基本嘅然后大家都见面嘅新专辑，加糖豆嘅嗰條歌曲嗰種 new song， 主打歌從麼？第一條主打歌。第一條歌曲。同名歌曲。係同名歌曲，然後大家講吼 ，new song 第一隻詞係 new。就會叫做牛，sauce 係嗱牛騷對牛騷。第一擺聽到呢隻歌曲，即係知道哦，名非常嘅特別。等下好好咧講一下，先嚟講呢隻專輯。恭喜你，恭喜！好開心哦，非常嘅歡喜，因為等下好好咧講一下，佢哋一擺嘅專輯嘅歌曲，然後直線頭擺嘅歌曲，非常嘅冇強容。先講一下，你這個真的很騷包哎，對不對？隨風色，隨風色，對，係啊。呢一擺嘅寫嘅係宋正傑這個設計師，應該第一擺合作。那宋正傑他比較擅長就是這個字形詞的部分，佢有特別哪隻詞其實自家寫嘅，然後其實起到佢第一擺聽到嘅呢小改 new soul 兩隻詞，才客家嘅語言意嘅細節，佢聽呢有佢。佢感覺也唔係，他騷咩騷妹，他看到那個騷這個字，他覺得是很騷包的這個騷，所以對他來說，他就選擇了一個顏色，叫它隨風色，其實起到就是我覺得他一直問我說，你可以接受嗎？你可以接受？我說我沒有不能接受的事情，這樣，所以就做了這個顏色。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問？有白白有冇？因為你要到頭白改蒙子線，完全改冇強容。因為頭白改蒙子線，你會覺得哇，好像有時候有點鄉村，上戲有一種民謠，然後有時候民謠搖滾，你要把一看到就說怎麼那麼騷包？誰改成的？不過就是恭喜來，開心開心！糟糕糟糕，恭喜他掉下來。好，聽你有咧講嘅是係改條歌曲，你家下從new soul， new soul， 你要不要先講一下你這個諧音？其實應該專輯的 new soul 是係提加鳳強，是因為應該想來下一條 soul 靈魂樂的歌曲 new soul。是英文改 new soul， 同埋靈魂，啊是唐起來是當從any 回流腔講 new soul 梅嘅 new soul， 所以應該講用了隻詩係請賴仁正老師問佢講，賴老師，你的回流腔做得你多散過啲袂多麼？因為好早嘅時節，你做散過，你都會講回流腔其實做唔得成日散過，散過都係用自然腔頭去唱。不過賴老師嘅想法是，假使講你的格律平仄係符合你的散過的格律的話，羅散過的格律，你還係做得用回流腔去寫，所以我就說老師那就麻煩你了，因為我唔曉嘛，係啊，我了解想法做安用的歌曲係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們從美國的音樂好了，美國的藍調音樂，你看哦，現在 R&B 的中文是什麼？節奏藍調，其實它是從藍調一直延伸到現代的，其實是從 any 客家歌曲好早一些係羅散過嘛，然後後來加上那個散過只有節奏，可是到了現代，你到現代以後，其實
所有哈卡歌曲变得动，就是一个新的，很像很西式、很西洋的东西。如果该地不读的东西，是从你从 R&B 的时间那个，如果你散够没有，你散够，天上，对，操。所以该东西是爱想讲，表演爱从这地不读的时间，我觉得是要去消化它。所以我其实找赖老师帮我写了这个歌词，我说老师 ，Tim 是很 New Soul。因为我要对应这个英文的 New Soul， 然后 New Soul， 老师就帮我写了一个 New Soul 的歌词。我不是只唱他的山歌，我是把它消化以后，我还加了英文的歌词。错，该下子实现从本台家台是，因为一从一遍听，我想讲哦，又一版的英文歌词，什么？所以是客家老英文。不过系因为你过去几年你去到国外的时间，用英文的小改本台家来谈的时间，其实台家读走的更加了解，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的英文有点像是赖老师这个山歌的注释，甚至是有一些我自己的见解。因为英文我其实一开始不太敢用英文写，因为文法啦什么的会很怕。但是我这几年看到很多后上改进口音，你就写英文的时候也没什么文法，但是大家就觉得还是朗朗上口。所以其实，在音乐里面的这个英文的格律其实是更自由的，所以我就也蛮大胆的，觉得反正大家听关键字嘛，听音乐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堂仔细用个分享哦，就是维持到提那种做时嘅歌曲，甲从迄个เรา去跳别嘅歌曲，非常嘅冇强咯。提议吼，甲堂迄个上起一条英文歌，又系你讲我们西洋歌曲嘛，对，灵魂音乐风格。如果地图就走在堂到楼上歌，我觉得还是整个可以听到那个楼上歌的精髓。哎呀，和声的其实和声的地方。也是一直唱那个拉哆咪，因为楼上歌是拉哆咪嘛，拉哆咪，但是中间那个经过，它经过，比如拉到哆，哆到咪，那个经过就是很自由，就是看歌手，所以。比方说那个 R&B 的歌手，给他们唱的那个经过音，跟我们唱山歌的人经过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想要去学习，你传统的唱法。讲做咧讲，因为东英文来讲，你就客家歌，讲客家歌，摸客家语言，你喊给客家歌么？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美式摇滚，我们唱中文也会有美式摇滚、英式摇滚，那什么是客家？音乐，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我就两几年其实两种专辑听，上一种专辑上向的时间，我没有去亲安用的感觉，你本来你起到弹起来，动特别很动强R&B，不过弹起来没有any客家的味道。所以大家咧谈一条性格歌曲，New Soul嘅世界嘅主题堂，当場係美國，就係用西洋嘅靈魂歌曲。不過有做啲談到啲樓上歌嘅獻上啊，我覺得太有趣了。所以，那斗聊這種撰寫嘅世界，我覺得我的心情是很興奮，跟之前感覺不一樣。會覺得，因為你會知道它跟以前很不一樣，所以傅一松改興奮。所以剛才談到改做啲講係我們算是主打歌曲吧，對不對？好，杜聊比咧，你講第讀又改客家元素，我覺得好多。傅一松改都聽一條歌曲，讓大家來少改，講用客家講是就是眾志西路啊，張之西路對，張之西路。咁講了白也本記咋，當特別嘅名，你自己念一下。佢係因為你本來是係有一條山那嘅西路，係是那古努西路。拉古努斯是泰雅族語啊，那個樟腦的樟，西路是你客家小路，張之西路。了個叫是我是都係那種專輯動場，讓我以前的專輯好夾群嘅，不過動用是鋼一動都有電子的樂器的音樂元素在裡面。那這次的這首歌跟剛才 New Soul 的製作人都係愛善品款樂團的團員秋群製作的。哇，秋群是傳說中的這個才子啊，才華洋溢，你只是動力吹發動頭上。你是5、6歲，你是5、6歲，我也不確定。他外表他看起來30、40歲。我給傅一松改有意思，所以給走所以第五讀，剛才大家就有聽到前面一段，哇，我很喜歡這首歌我覺得好舒服。那個環境聲是我自己去採集的，我自己親自去採集的。所以你拿着錄音器材？我帶了好多種錄音器材，就善拿地，憑善拿地北，真的去這個張之西路的前面幾段，然後就我們都會去感受那個聲音嘛。所以我其實一開始只是想要收腳步聲，我自己的腳步聲，但是我一進去，該別人動都會調得上。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那个鸟的声音，一直听到这个鸟的声音，我觉得好特别，然后我就收了很多回来，我自己剪接那个鸟的声音，去符合这个，它很像电子乐器。有，就有听到。对，一些鸟声叫做五色鸟。我也不知道那鸟名，我就回来问很多老师啊，说你还蛮个屌，他们说这是五色鸟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把这个声音拿回来变成音乐的一部分，这样。就 iPhone 收起来声音最好。而且有泰雅古调。泰雅唱歌的方法。泰雅族，因为我要做这首歌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首泰雅族跟客家都要有的元素嘛，因为张之细路就是这样，所以我去听了一些泰雅族传统的唱法，很特别。比如说我用中文讲话，就说一姐今天去那边，他就会有一个收这个音。然后虽然我真的听不懂，但是我就听了好几个耆老的影片在 YouTube 上，然后就把这个尾音特别做了一下，这样每隔年你散够会看上一丝嘞。哇哦！所以大家吼弹条歌曲，所以爱弹的时候，其实非常该舒服，而且你真的觉得好像在山拉地图，然后你觉得好像你真的一直把你推进，一直往上走，一直往山里面走，哎，我该感觉。一首疗愈的歌，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受伤，我是常常写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自我疗愈的过程啦，所以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其实是因为帮这个台三线艺术季准备要写一首歌，但是还没有想法，有一天心里受伤，就自己坐着想着，想着那个环境，想着山林，想要很少的字，比方讲，你讲停停夯地后转，地后转是东客家阿妹会讲啊，很安然的为什么有地后转？要知道回来，所以我觉得客语有些字就是字少少的，可是它就可以把很长的一段意思解释完，就跟我们以前读诗句一样读词一样。所以客家每句动都按用改东西。哇，其实只现讲记写条歌曲，有些还变写，一边写一边是莫记难讲哦。我们啲都是莫记手动嘛改手，不过大家先聊下，你马上你等下常常来讲。初夏先落一杯茶，香飘有凉，马里香。最爱甲你时间，思春俩留下，见到到两只，一只手指该扣你。所以也改变，爱该你冲，无奈点都该点心茶。你讲，俩是退变化，因为路子袂走，饮茶越是不是绕口，不是绕口。马照标，舞照跳，大汉饮茶不是多法，不是多法。哇，好好看哦，动好看呢，莫记得留下来了，好感人哦，这首歌。这首歌曲。看到金马影帝以文歌。对，该下看到该系只限两种专辑地图该能够一条歌曲哈，饮茶仪式哈，两条歌曲诶，这个是你算是很用心。抛改 MV， 算是目前只有一支的钱可以拍的 MV， 就全部都把它全部剪了。而且台卡刚好有很多地图改男主歌，对不对？陈以文大哥也是花很多钱是吗？这样讲真的很不礼貌。所以才拉古努塞路的时候心很痛。没有啦，真的吗？开玩笑。好啦，是因为走转其实也安用啦，因为我上本大家感受到，因为做的歌曲创作的理念。
所以在影像上面现在真的也不容易啊。对，这拍片的人大家都知道，所以李白其实饮茶仪式有很多谐音在里面，当然它最主要是讲 dim sum。我们港式饮茶那个饮茶，因为应该冻好港式饮茶，那非常好。我跟我妈妈到现在常常还会相约去吃港式饮茶。那只是俩下饮茶，就是以前都会推餐车，对，再推来，然后蒸笼你自己选啊，拿什么，现在都 QR code。啊，我就是对这个 QR code 很不满意，我就有一天就想，心里就觉得我很生气，我就饮茶已死啊，死掉了死啊。然后后来。当然就是，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仪式感，比如说一只手指啊，人家倒茶的时候这个扣手礼，还有嘎款头的该串烫是在我们在台北还算硕果仅存，还有推车的，对。硕果仅存，它又手谁茶也不你直接拿的，对不对？就是可以直接拿，而且那个气氛就很像。你可以帮我跟老板讲说，他千万不要改嘛，切腿总得改。他应该是不会改，他那个地点很好。千羽展的 Annie 和黑才改编盘记者发表会，哇，就是媒体发表见面会，我们就请大家在那边吃港式饮茶。哇，好棒哦！对啊，然后那个老板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我说：“老板，我买你很多餐券，我拿了一个很旧的餐券，因为一定要买餐券为换鱼呀这些。”他说：“哦，你看起来很久没来了，这个就知道我是老客户这样。”所以简单来讲咧，聊条歌曲咧，记者会系读大家饮茶的在提供盘，然后 MV 啦就该地不独跑啊，还好从来该系长度在会松有分量感那么足够，赌地赌，我觉得值得。真的吗？值得。他的眼神就很值得。虽然梁朝伟可能也很好，只是我请不来，而且可能写信不理我。其实你看每烟粉，你下其实以文哥当然是我们顺位很前面的演员，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尝试跟其他几位想象的演员联络。可是就缘分，档期呀，对不对？档期对，因为档期。然后元哥回我，他说我去年本来有一个。可能要跟你合作的事情，结果没有，我想说很可惜，就今年终于合作到了这样，所以算是你帮他圆梦。不好意思，不敢说，算是我也圆了一个找影帝合作的梦这样。真的动长的，因为恭喜财富，我是觉得影帝是这样，他在那里气场就在了。对啊，你看他在那边他也没干嘛，就走来走去做表情，就是要露眼神这样。我也觉得要靠眼神可以赚钱的人真的很棒。不过还是要回到这首歌，所以你当时的创作契机真的很因为到妈妈打白戏，然后就觉得饮茶已死，那里面的谐音，其实仪式像饮茶已死嘛，仪式感。然后我还问了我的好朋友 Thomas 啊，因为我其实广东话不会嘛，我就问说那个 Thomas 啊，大哥啊，我就说 Thomas， 我想问你说饮茶仪式的客家就是广东话怎么讲嘛？说饮茶已死，好像已死的话是已死还是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人听到这个饮茶说你哈嘎我令茶，对，那其实我就想要让这个客家话能够讲一些是跨语言的事情，比如说港式饮茶这个事情是世界的，所以我就没有改变那个饮茶的念法，因为饮茶 dim sum 这些都是这个像是世界大家统一的念法，所以我就饮茶。意思，然后这样就是也有一点谐音，但是我觉得主要很眷恋的，在这首歌里面表达就是我们过去眷恋的那些仪式感。为什么我们怀念？因为那些都是让我们很安心的东西。对啊，真的。所以其实我终于用那个歌词啊，五照跑，马照飘，大喊饮茶，不是多吧？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以前的俚语。去香港的时候会听到这些俚语，但是这些仪式或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不见了，我真的有些朋友他跟我说，其实香港也很多地方也没有餐车了，港式饮茶也不推餐车，也是 QR code，QR code 真的是，连起吃麻辣火锅都是 QR code。我在想说，系讲连下动动龙应该系讲还不习惯用 QR code， 就其他麻辣改佛包，你还要自己那边点，在那边点，对不对？对。等50年后，我们再写一个怀念 QR code 的歌，因为会用完的。哇，你看造型地图非常改丰富哈，能够昨天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诠释。唐国聊条够 Q 还跟一个名人合作，这其实两张专辑动都也够 Q， 因为是应该也提一种公音的专辑嘛，所以其实我们青岛动动我上的合作的音是从两百合作的制作人 The Crane， 佢是
以前糖果机动都会跟我 Q 从拉面公子啊、limo， 所以是动好给变 Q， 然后去抢购的奉献。我自己写那个讯息问他，我说，脸书吗？免书，因为我们有共同好友嘛，也是连友这样，我就说，Lecrae， 我真的是很欣赏你，久仰，然后很想有机会跟你合作一首歌，因为。以前我玩乐团，我们是摇滚的，可是 Lecrae 走的是动电子的，也很 R&B 的，所以我就写信给他，我说久仰，收到他回信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回我说，子轩哥你好，不会久仰，我说什么叫不会久仰？然后他就说，你确定你可以在节目这样讲吗？可以，他不会久仰，然后他是很客气的人，然后也很认真，就走进有些动眼镜，然后也有很多想法。然后只是因为他睡眠时间跟我可能是反过来，他都是那种半夜睡觉，你刚刚又声音，我就是早上有起来就这样，所以你们有时差，你对有时差，你从米给到台湾，我很像跟一个跨国的音乐人合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把这个概念写给他。那当然有一些合作，比如说加进一点，比如说他会说，我想要一点那个 Foley Sound， 就是环境音，他说你可不可以在东门市场帮我录一些。环境音，我就早上录了一次，晚上录了一次，中午各种吵闹不同等级的都录给他，然后所以在中间也会听到一段他处理的环境音。哇，喜欢吗？就很喜欢，很高兴。我觉得在这张专辑地北图，爱动都合作已经容易，爱做这张专辑其实系动。很舒服的，因为我就很像说，我是一个给你材料的人，然后制作人就好像是料理的人，我就说，我种了这些菜去你家，我看你料理给我吃这样，所以应该都留印实地北图重构和声去工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我很努力，然后甚至是回家的时候觉得哇，今天好棒，就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已经很久没有，因为我一般进录音室。像乐团，从乐团的期间，我要管理大家这边要怎么弹，那边怎么看。但是这张专辑我就不用，甚至连我自己3面块的团员，我都退后一步，款 K 的表演，然后我去参与那个表演，我觉得也做得很舒服。这样，大家可能会想，因为之前一开始也是系乐团，所以是蒙子现到3平块，所以对佢来讲，基本上系做音乐，天天去管理乐团，大细嘅事情。还要订便当。佢算偷假啦，我觉得是这样。佢但想系主唱婷婷，你也算偷假，所以你管理的事情多不多，当然就会很繁琐嘛，对不对？如果200是因为你像是单飞，对不对？比较可以这么形容吧？就单飞不解散。OK， 对，所以变成佢是感应，佢是好好做，佢是感应，佢让歌曲重合，然后专心来重做，按种感觉，所以你就好好的把歌唱好，然后制作歌曲就找你喜欢合作的人，所以那个感觉。你才会说是动舒服感，很舒服，就很像一起表演这样子。你在做你的表演，我也做我的表演，然后我就是好好的唱歌，去把歌唱好。然后我想象的唱歌的方法在里面，所以大家每有感覺到200應該重構的方式，然後好做以前應該做專輯好冇強容。錯，非常冇強容吼。所以所謂大家談到，你看到一開始你談到 New Soul 嘛，從嘛吼，然後聽一首歌曲，你可能是從背景裡面談到，就是張之細路，剛才談到嘅歌曲係飲茶儀式。我剛聽到你講飲茶儀式，我真的快要笑死了。但等一下，我覺得這個。翁子燕真的是，我覺得以後我要叫你諧音王。我是諧星啊！他要動到嘅歌曲係受嘅本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嚟彈歌。当发现基本上嘅翁子燕最新嘅专辑本大家都认识，而且两种嘅专辑唔系乐团咯，系去改音我们说单飞不解散。第五嘅歌曲非常嘅冇强龙。我真的很开心，然后真的很喜欢，我是真的很开心，觉得好像奇怪，又不是我出专辑，我有需要到这么兴奋吗？好，我听到有在小改挑歌曲，我也觉得我也好喜欢这个字哦。弟兄亲朋友。地毛听错没地啦，因为大白在讲啊，领昂什么团舞，可是这个词我也是新学的，木马，好特别哦，我觉得好美，你好好让大家来讲下，还教育乡亲朋友地。其實你北部還有你回流腔好少講，都少講。不過我係從你林聲祥、林安這首歌，
学到的木马。然后去年黄伟杰有发了一个专辑，也叫木马，他的木是眼睛嘛，其实是讲一样的事情，用字不一样。那它就是有点接近快要天黑，我突然不为时间，快全黑，但是有点蓝蓝的那个时候。所以是先拎暗，如果以时间序来说是先拎暗，然后木马，再才团木。哇，团木应该全黑了嘛？它应该是在全黑了之前，就是快要黑的前面那个天很蓝很蓝，但快要黑的那个 moment， 快要黑了啊！英文就是 end of twilight。想这个想很久，听不懂哈。所以聊天歌曲唔但像用音，而且还跟春面合作。那张专辑有两条是合唱的歌曲嘛，还有客家千金啊。然后一个是很大的恋情这样子，要投信 Q 的。那木马它其实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是一个电影，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我正要讲重庆森林。去想林青霞跟金城武，然后在那个木马的时候的海边，也有梁朝伟。对，有梁朝伟。我本来也想说要请，如果我有预算，我就请梁朝伟，我就请那个金城武跟林青霞来拍 MV。哇！但我没有。但是就那样的气氛，所以我觉得那样是一个 magic hour。我觉得那时候就特别想要谈恋爱，很浪漫的时刻。就我们美工你讲木马的世界，就是这个时候都只有农忙啊。其实这个时刻是所有人共享的嘛，只是说我们用客语去唱这样的暧昧的感觉。木马跟雅典，莫是酒雅子，就是有夜灯这样的情怀。哇，所以聊聊歌曲木马捞春面乐吹合作。那而且我之前对两家。你讲为团木改，大家西电走了很好的诠释，我觉得好浪漫。而且你刚才用来讲林青霞、金城武、梁朝伟、王菲，哇，好有画面。重庆森林。还有你刚才有讲到过，就是客家千金，客家千金就是跟黄雨涵，对不对？马上讲你客家某情歌，当然山歌地图小调又动改情歌，可是我们很少流行歌曲唱情歌。就以我以前爱好走的时间，你走独立音乐的时间，你是。就是动骗情歌嘛，我们就是讨厌情歌，所以我们开始独立制作，写一些不是情歌的歌。就自己很会嘛，这样。可是到了我这个已经没办法谈恋爱的年纪的时候，就很怀念那个情怀，所以开始，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写情歌。我在专辑第一次写情歌。还够名案的客家千金，也是好有味道，对不对？哈，很有意思。所以你看，你总是动到歌曲，大家大家来分享。其实还有动到歌曲上咧少改，不过你先来健康一下，你又不给他讲解。但延伸到去考试一下，考题过后，系讲要出一些事件，再过来分享。其实还有一首国语歌《微光》，这也是我好想让大家来分享的歌曲。不过先来问一下哈。因为去动到谐音梗嘛，这个记得我们定爱问嘛，改啊，来分享一下近期你最喜欢你最中意的谐音梗。哦，谐音梗哦，我最近没有。你在讲专辑里面的。我专辑里面就荷兰、意大利、欧洲、墨西哥。你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就是大家自己唱，就是荷兰、意大利、荷兰嘛，这俩也没应该谁时间，你够重的时间，整老师用的，整英文老师啊，说英文老师教你荷兰、意大利、欧洲、墨西哥啊，我说那是讲荷兰、意大利、欧洲、墨西哥啊。躺的西感应是躺的西，躺不西感应是我们就不上字，不上字。哦，好，这个很棒。好，来3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俩种性感专辑。浪漫，chill。哦，很 chill， 浪漫 chill。寿眉动冲，寿眉动冲，有，我觉得又浪漫又很 chill， 对，你看，而且动作够躺一类会很放松，哇，不用放松。为什么本子现在题目都很难哈？这很难呢。对，这很难呢。用上张英文词都形容一下你起噶。Cute， 等一下。Chill。responsible 都有责任感，对，你莫可能大家莫可能之前大白送节目时，感觉当为功效，可是事实上第4代下，你有要讲什么？很 responsible 概念，是很有责任感，所以其实大白做节目的时间都讲到很风趣，如果4代下还讲大嘴，就说以前我很累，我们的话题都是很累，很累，莫送节目的时间真的。
都是这样哦，很累。对啊，好累，每天都很累，然后一上节目就开始讲一些什么。那启动爱有家都会熊节目，我才累的时间就会变比较少。所以你看，就是大家都不是真的很了解私底下这个哈。来再来，因为俩种最喜欢动动改性容易让给下周就跟下讲到 The Cran 出名哦吹哈。你近期最想邀请合作的音乐人是谁？李全哲。哦。你这是许愿吗？对啊，我也很喜欢，我都蛮大方的。我觉得我是那种会很容易去找人家告白的。像我之前碰到几个我喜欢，像刚刚讲到 The Cran， 像李全哲，我也是碰到，也是说我超喜欢你的音乐。他说哦，谢谢。在金曲奖的时候，应该走评审，我还过去跟他说我很喜欢你的音乐。哦，谢谢。他还想说这位是谁？没有，你就跟他说我评审，你想来弄你董事好嘞。因为我就听了他的音乐，我也觉得很多省思啊，因为现在我们写文字的时候，其实动都有细节，我写很文言，很咬文嚼字，可是他的歌词很直白，而且有时候押韵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在音乐下的文字的咬合的地方，就觉得很自然，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有才华，你就从音乐里面听得出来，就大概是这样的。真的，那你最想合作的 MV 艺人是谁？罗艺里。你认真回答，认真。罗艺里。没有，可以讲一下。你看我都结巴了，我以为你会说出梁朝伟，这个没有在里面，是我多问的。因为子轩其实到蛮多都是个义斗提供一重购 Q， 提供日本啊，什么哈，提供荷兰，什么？你还有想去哪些国家染春？其实去年哦，你去荷兰的时间，后来因为你荷兰、Italy、also Mexico 嘛。真紧又想讲今年会去 Mexico 会表演，又想啦，又都敢问，不过还有其他的位所是最想的是美国，因为应该动好看 NBA。去年又，所以你的目的是去看 NBA， 然后顺沙重购。对，我去年有相亲，他们邀请我，本来有问我们要去美国巡回，要蛮长时间。我说可以看 NBA 吗？他说哦，那相亲说我也没看过 NBA。我说只要可以看 NBA， 什么都 OK， 只要 NBA 我什么都 OK。我就已经动涨的，因为来到两边现穿人家这种钻石，其实也是一个许愿。我觉得愿望要讲出来啊，对啊，讲出来是有机会。我要去看 Stephen Curry 的比赛。好，太棒了！你看，昨天看到子轩梦强嘅一面，事件出短嘅事件哦，我老大家咧分享一下。其实两种最是地图，还有一条翻译嘅歌曲，微光，好好听。因为不是弹过几重过，几条嘅翻译歌曲。新烟签下来，其实我这期间有很多专辑，像本来没想的中意去，不过有时候就觉得不适合。到这张专辑就个人专辑，就是很自由。所以就俩白不容易去，也每一次专辑的风格不一样嘛，所以前几次甚至我合作的制作人小姚，然后他本来还帮我找了其他的人拉小提琴啊，后来也没有用，但是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是时候了，想会冲两条狗 Q， 那真的反应蛮好。有一个故事是，其实我在东门市场，我会跟我邻居喝咖啡，我们这边放那个试听专辑，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高中生冲进来说：“请问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歌？”然后我们就说：“哦，还没有发，是要那个准备要发的专辑。”他说：“好好听哦，他想要去查这样。”然后他就说：“哦，这是他的专辑。”他说：“那请问你是谁？”我黄子轩的。然后他就回去查，就圈粉这样。好可爱。所以我就常后来常在东门市场就音乐放很大声。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故事好有趣哦，这个高中生怎么那么可爱？很可爱，他冲进来就说：“这首歌是什么？”好，这首歌好好听哦。你是谁？你是对，我说我的新专辑。他说：“哦，那请问你是谁？”好可爱哦！因为两条歌曲来谈，我也是好喜欢。因为台下口的音是谈过直线各条歌曲都从翻译，所以地图昨天谈到几个翻译昨天谈到客家，昨天談到英文最尾來上什麼？我大家都講下，愛去哪位談到兩條歌曲，去哪位賣？你看那串流平台几个重要的串流 Spotify、Apple Music、KKBox 都躺得到啊，还有你另外一些音乐平台听得到。那现在你只要搜寻 New Soul。Google 会带你去买，已经2月21號以後已經全面發行如果你碰到我也會賣你。太棒了！1918恭喜黃子軒哦，家家圖你拜託一下，這個全台孫輝咧從嗰本大家昨天現場談到理解上面。好，今日節目到了為什麼理解王子軒，睇你下來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咧，共下來做潤talk。
好看福喜类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還有天熱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